大家好啦，我拎嗰個商家咧，即係嗰叔咧，做埋呢2個月咧就唔做啦。佢話冇錢賺喎。咁我頭先去嗰間鋪頭啦，就幫襯佢買咗2件 T 恤，一件咧就長 T，一件短 T 嚟嘅。咁我介紹件長 T 先啦，長 T 都係卡通款咯，同埋佢有啲豬片喺度咯。咁有個短 T 款個 Hello Kitty 咯，咁佢都好好人，送多咗個呢個日本八達通號俾我咁係咯。咁如果各位有興趣嘅話可以聯絡我我俾個商家地址你，係咁啦，拜拜。